發光節呢，最早係從霓虹燈開始嘅。我哋又好幸運咁樣呢，親身參與到發光節嘅發展史中嚟。從國內到國外已經20幾年啦。商家需要借助發光節獨特嘅創意，吸引佢哋嘅顧客。香港嘅客戶呢就注重設計，日本嘅客戶呢就注重細節嘅。喺20幾年嚟，我哋合作過全球上百萬個客戶，積累咗好多捱磨經驗。我哋已經可以通過簡單嘅溝通，馬上知道客戶想要咩風格㗎啦。大到發光節嘅風格，細到每一粒燈珠嘅尺寸，唔同風格嘅發光節呢，喺唔同場景嘅展現效果符唔符合呢燈珠均衡嘅要求？唔同場景需要用咩材質原料？我哋每一點都記低落嚟。客戶落好單，等設計嗰邊確認好之後，我哋工廠嗰邊嘅師傅就可以即刻開工㗎啦。每日嘅落單量好多，有時每日會達到300套。簡單常規嘅產品最快能夠喺2-3日就可以出到貨，每日都有好幾台貨車出入入。落單到生產，再到出貨，運輸到世界各地，整個過程都非常緊湊。發光節嘅製作工藝其實都唔難嘅，但學問非常講究。我哋基本上都係有10幾年製作經驗嘅師傅，所以保證喺短時間內做到又快又好。唔同嘅工藝製作出唔同嘅發光效果。3D 打印都可以做灌膠工藝，又可以做色彩效果唔同嘅 UV 板。灌膠嗰啲燈光呢就更光啲，睇客戶嘅個人需求。入邊嘅燈珠我哋都係按要求環繞咁樣黐嘅，咁樣燈光先會更均勻。我哋深知IT企業對產品嘅用工、用料同埋安裝等方面要求越來越高。當發光節成為視覺文化同埋街頭美學個精華部分，各式各樣嘅標誌改變咗全球城市嘅視覺景觀。呢啲促使我哋呢睇未來發光節製作嘅道路上呢越行越遠嘅。